伫今仔早起11点半，花莲的江河地区又有公布风送讲，崩山湖会阁有第三波水要溢出来咯，爱民众赶紧往水尾的方向去疏散。也毋过林保署花莲分署今仔是指出讲，经过现场观测站人员现场的判断，集水区水头落雨，崩山湖本身水是有流一寡出来，也毋过这毋是第三届溢出来的情况。那么来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安怎讲？ 那原来我们的通洪设计的这个计划的洪峰流量大概就是在2000 CMS 左右，但是这次评估起来，我们概估了大概洪峰的量值大概在8000多，所以整个的洪峰量比我们原估设计的洪峰量大了大概已经超过4倍了。在事前我们已经有布置一些的顶块以及这个防洪的沙包。 把整个的这个开口底的这个断面封堵起来了哈。不过因为这次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而且除了水位高涨以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水势是奔腾的，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些措施有时候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哈。那所以造成了这次比较。 大面积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淹水的一个灾情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在监控堰塞湖，那蓄水量剩下大概就是1/4。那山区还有下雨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持续的有一些溢流哦。但是目前应该是就降雨的趋势来讲的话，那明天以后就会比较缓和哦。那所以如果我们山区没有再持续降雨的话，那这个堰塞湖本身的这个库容流出来的那个量就会越来越小哦，就比较就是对下游的那个通过下游的那个量就会更小了，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持续来监控它的变化。